今日唔係睇歌手，今日係睇各種唔同嘅拳型，同樣係拳型聲音都可以完全唔同。佢哋全部都係拳型聲音，但係打出嚟可以完全唔同。今日就要拆解有乜嘢唔同。開始之前唔需要有咩聲樂知識，用耳仔聽就已經足夠。拳型、刀型、風型都係由唔同嘅呼吸控制同埋聲音控制所產生出嚟嘅聲音輸出。今日我只解釋拳型。第一種重量拳 ，Airi 由低音到高音，當佢想用拳型嘅時候，你會感受到好直接、好重、好有力量嘅壓迫感。呢個就係重量拳。第二種快拳 ，Wendy 同樣都係拳型，但係佢唔係靠重量，佢係靠速度，聲音嘅攻擊感會更加快、更加靈活。呢個就係快拳。第三種明亮拳 ，Solar 拳型一定要好重 ，Solar 嘅拳型更加明亮，更加有活力，感覺更加向前衝。呢個就係明亮拳。最後情感拳，鄭恩地拳型都可以有情感，溫暖、穩定、有力量，同時都可以保持情感輸出。呢個就係情感拳。其實拳型唔係淨係得一種，唔係淨係可以代表高音，唔係淨係代表力量，更加唔係由頭到尾都要用拳型去唱。歌手會知道幾時要用拳型，同埋用邊一種拳型。咁你又最鍾意邊一種拳型呢？好啦，多謝收睇。